徛到看世界来看中国，中国四川省昨下晡发生地震，四川雅安市罗山县发生规模6.1的地震，震源深度敢若17公里。宝兴县嘛发生规模4.5的地震，造成当地有部分的厝全歹去，而且已经有4个人死亡，41个人受伤。这个新闻报告拢是来自宝兴县。中国当局虽派超过4500个人员去救灾，经过官方的研究，发现讲，这摆地震竟然是9年前，也就是2013年。雅安大地震的余震。报告，课上到一半，凶相伫咧地动，囡仔金美伫咧倒骹。中国四川省雅安市罗山县昨下晡发生规模6.1的地动，震源深度到17公里，卫星岛到重庆拢能感受到地动。另宝兴县嘛发生规模4.5的地动。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、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了国家地震应急3级响应。中国当局为雅安、成都经调派消防人员。救援队来到现场，发现围路桥大石头挡掉话，车桥陷到海去，市区围厝嘛受到损伤。宝兴县嘛传出有人受伤。然经起中国官方分析研究，发现这摆地动是让9年的小地动。这次地震呢，是13年之后，当时那个地震是7.0级，初步判断呢是那个地震的余震。当然，有关工作呢，专家还在研究。中国官员讲，当地建筑物已经加强抗震，所以灾情无9年前这么严重。未来该为3个方面爱防锁落来可能会出现的灾情。一个呢是要防范强余震，第二个呢是要尽快的对房屋以及有关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排查。第三个方面呢，这个地区呢也是地质灾害的易发区，那么现在呢。有这个地震的这个作用，近期呢还会下雨，所以呢要特别做好防范滑坡、滚石等这种的防范。雄雄发生这个地震，让当地拢惊一跳。这位消防人员会阁继续加油，希望会当救更多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